多謝大家使用西門子嘅電器。以下會介紹西門子60厘米嵌入式焗爐嘅使用方法同日常保養注意事項。呢部焗爐嘅容量有71公升，溫度最高可以去到攝氏275度，而且支援英國3腳插頭，一插即用。焗爐設有4種加熱模式，包括上下加熱模式。根基有一個萬用焗盤同一個燒烤架，原產地係土耳其。呢部焗爐操作非常簡單，只需要喺烹調菜式之前選擇好想用嘅加熱模式，再選擇埋所需嘅溫度就得。焗爐升溫嘅同時，加熱提示燈會亮起，當到達設定嘅溫度後，提示燈就會熄咗。呢個時候就可以將準備好嘅食材放入去焗爐，最後選擇埋烹調時間就得。上面就係所有模式嘅詳細介紹，大家可以參考一下。一般漢焗蛋糕、麵包或者各式嘅肉類菜式，用上下火加熱模式就得。當遇到一啲乾咗嘅頑固污漬，可以用蒸汽清潔輔助功能去處理。我哋可以將400毫升嘅清水倒入去焗爐嘅底盤，再將一滴洗潔精加喺清水上面，然後關上爐門，用下火模式攝氏80度加熱30分鐘。熱力會將清水轉化為清潔蒸汽去軟化污漬。完成咗清潔程序之後，等到爐溫降低，再用乾毛巾抹乾淨部焗爐，最後打開爐門15分鐘散走返殘留嘅濕氣就得。關於注意同保養方面，打開焗爐門嘅時候，記得小心高溫啊！可以等爐腔降溫之後先清潔就更加安全啦。建議使用焗爐專用清潔啫喱噴劑去清潔爐腔，清潔完之後，再用清水抹去殘留嘅清潔液。清潔完成之後，請打開門方便散走殘留嘅濕氣。再次多謝各位使用西門子嘅電器。